你想看嘛？咱若归顺日本政府，以后就当安然稳稳过日子，至少嘛无需要搁比迄个日本警察暗时啊困，嘛困到路面，至少当替咱台湾人做一寡代志，啥人唔做咧？啊！我袂做死卡啦！哼！我苦是人讲来无唔对，是事无正为准格，你唔通阿当啊抗拒你，想袂开。大啊！咪姑，你是讲袂顺正心，你甘愿安尼就死心？你有替乡妹想看卖无？你敢是真爱乡妹？咱做若归顺日本政府，做一个日本警察，至少是一个正正当当的职业，免安尼四界流浪。对乡妹来讲，靠保障，靠将来。我想看卖啦！免想啦，就安尼决定。啊好啦，你哋拢决定啊，照你讲的啦。真好，这是我一个好兄弟。如果只要你甲廖尚好啊做，我绝对袂亏待你，莫踢破你。你我讲的到，做会到。你放心，我严马科技一样讲会到，做会到。应你的要求，我就了落去，想惊啥？安尼好，咱即马就来见沙沙气场。安尼讲起来，廖探长就真是专心归顺咱大日本帝国。沙沙气啥？沙沙气啥？我是感觉吼，较小心啊较好。你有发现有啥物问题？哦，目前无啦。要毋过迄廖探长哦，你看伊啊插头插面哦，唔通好骗去呢。沙沙气啥？我是安尼想哦，阮怎嘛是为着你呢？报告，对吧？报告沙沙气场，美国的嘛已经答应归顺咱大日本帝国。沙沙气啥？你唔通中计哦！沙沙气场，美国的是诚心诚意的。喂，你嘿，唔通讲你哪？你若讲我一步，我就会死。无正，嘿，向边仔去。这，放心，凭伊的骹手，10年久的来就袂到死。啊，嗨。喂，你才是想要替大日本帝国效劳。你个喂，甲我讲的目睭就来看我，那若无你根本就无心。是安怎？心不由己。我是心甘情愿的。心甘情愿。安尼还阁无够受，我无当我接受。沙沙气啥？我是诚心诚意的。阮大人甲我讲过，我你安怎？哼！看你的眼神，我就看得出讲你是咧假神假。亚马库奇，嗨，
明仔载中午，甲带去南门口集名请愿。沙沙机长，米古威伊，别啰嗦，压落去。天皇陛下万岁！万岁！我会绝招刷去互学去。米古威，你也知影天皇啊？沙沙机长，天皇一直拢伫我心内，我心肝是天皇的。天皇陛下万岁！俄罗斯，这个囡仔算也过看家。ありがとう。看家，沙沙气沙，你唔通人看唔惊，啊鬼看哭哭撞，会死哟！亚马库奇，嗨！暂时将因的人甲安排当警卫室，准备互因徛卫兵。报告沙沙机长，安怎？也还有啥物问题？报告沙沙机长，因两个骹手袂歹，叫因徛卫兵实在有够无彩。我认为，亚马库奇，嗨！你头壳歹去些，因是新人，打来尔唔知嫌唔知好，你着要派重要职务伊，也拿咱警察厅大大小小只干部来是免来交代。暂时互伊徛卫兵，观察一段时间了后，才去做决定。嗨，提去，嗨。我讲，嗨。哇，沙沙气沙，英明，英明啊！我，你是安怎？我做想要逃的。安尼啦，我，行，来休息。啊，免啦免啦。啊，我是要休困一下就好啦。杨马科先生，啥物代志？三组的组长伫咧办公室等你真久啊。好，我念要水去。嗨，安怎？廖三，较等下我叫二路带你去警卫班。好。是的啦，稍委屈一下，我会甲你想办法。二路，嗨，带因去警卫班。嗨，我做想要逃，拜托你，给我摕只汤罐就好。好啦。我看来伊有做了，行。免啦，大啊，是你头拄啊叫我喊什么天皇陛下万岁，我敢想要吐啦。要死我喊几啊摆，又讲哦，我若是死哦，我迄做工作嘛一定嘛我讲哦，你这狗屎囡仔外表水水啊，内面哦太可贵啦。这嘛是不得已啊！你若真是去用掠来凊彩，我是要甲你若不交代。你若知讲用这招就袂死。煞唔知啊，家己电话上来学。啊，电话先换啦。但我会吐。我猜哦，大家在尊敬你，将你当作是咱台湾人的英雄。竟然哦，去做了你不糟糕了。对啊，这关键的监管，嘛是笨死啊！笨死你这时候，气死人啊！就是讲嘞。恁看，走过来啊！恁看，嘿，刚刚你无伫内底啦，行了，再过来监督，不过到底先落安尼啦。哎，来人家，那安尼啦，来人家，你两个哦，老婆不讲食，台湾刀，我不一条你食啊。好啊啦，唔做啦，做就滚警察啦。
叫人为你做日本警察，台湾已经无希望啊咧！我做日本警察嘛。李天高将。乔，免紧张，顶过来行咧，知影无？係。甲你们瞧好了。大呀，你比死也艰苦。对我先还来，然后我徛着空。哎，会啊。嘿，啊，你看到长官是袂晓行礼的哦？啊？对，我甲你讲哦，你无要行礼吼，我会用你甲你关禁闭，你知？啊？你袂甘愿叫你关啊，就袂了到行礼啦。啊？唔过啊，我就知影你心内根本就无天龙地，你还搁要画天龙万岁，你得加钱加力对无？你。我安怎？我甲你讲哦，我虽然个傻傻去人报告哦，你就死定。你讲，明个对保家大人无咧？保家大人你好，嘿，这，你今日喊声我听无啥真足，可喊一声我听看卖咧。保家大人你好。哦，安尼嘛甲差不多。哎，我甲恁两个讲哦，吼。恁来瞧哟，等下有人会来甲恁看，知影无？啊？嗨。嘿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！大，我看咱还袂开始杀杀去，我就先气死啊！甲你们来，总是会出头天啦。快，机关！奇怪，这两警员那面熟面熟。奇怪，这两警员那面熟面熟啊！大，一定咱经验看咧，唔知是咧咱未？阿顺，出来点咱警察。少爷，你哪回来啊？你敢无拄到阿虎？啊，这是啥？阿春啊，我哪里咧？你小小咱在房间内底。阿爹，手啊！阿娘，到底是安怎？厝内底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厝的叫日本人霸占去啊啦！是安怎咧？日本人通知要台北关水在伊的问是安怎？是毋是阿妈开始想做的？是杀杀去啦！伊霸占的财产，规拢杀杀去啊！还阁有恁的唔成人的阿姑，还阁有迄个。还佫有啥？阿爹，拢是我唔好啦，
我无应该因鬼入体，因鬼入体，是天弟兄啦，玉山，就是伊啦。哟，将咱规家伙仔拢赶来一间房间呢。啊？伊搁讲吼，为即马开始哦，咱规家伙仔拢是萨萨基上的使用人啦。什么？志远，紧的啦，你紧离开这个所在啦。紧的啦，你紧离开啦，才袂去互因掠去啦。阿娘，袂用啦，我袂当帮你伫遮，我紧的啦，你安全吼，咱姜家才有希望啦，紧走啦。怪遮尔面色。到底咧讲啥啦？紧去啦，紧的啦，紧走啦。阿娘，你免烦恼啦，我去找廖天长问一下清楚啦。免问啊啦，即摆情形拢无共款，你毋免摕家己的性命伫咧讲生笑啦。阿娘，廖天长哦，毋是迄款人啦，人有对伊遐好，无可能，伊无可能为着日本人哦来糟蹋咱啦。我要去人问清楚啦。免问啊啦，你无听人伫咧讲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咱客话也有一句话讲，嘴甜，舌头白，心头辣。免去问啊啦，较紧的，紧离开这个所在啦，唔好讲有啥物代志发生啦。阿娘，紧的啦。阿明煮有转来。对啊，阿娘咧故宫引导啦。啊？伊伫阿舅遐？哎呀，当初哪无想到，害我加走一撮面东，转来时规厝拢变去。志远，你赶紧的，紧来去找明珠，赶紧的找一个所在安顿落来，甲我生一个孙花婆，吼，赶紧的。阿娘啊，紧的啦，听娘话啦，咱要遮代志啊啦。不买，我照顾阿妈。我知影，紧的赶紧去啦，好，千万唔好遮代志哦，好。咱到遮什么代志才好？对，迄地方先管，带一阵人有遮来，毋知要创啥。镇定，无论安怎，拢爱忍耐落来，有听无？各位乡亲，这两位就是恁大家心目中的英雄，伊就是玉兰花廖天丁，伊就是因老师咪贵，因两个呢，互我这个保证抓着，伊规日伫咧甲我求情，叫我可怜伊，叫我放伊一条死路，叫我予伊这个机会替日本帝国伫咧服务，我呢全咧予伊做警察，替这个天皇效劳，来。拍扑甲鼓励一下。各位乡亲，您对因有啥物不满？做你干嘛？做你干嘛？我和你讲，因若敢反抗，我老死。地方先管，你这狗囝，到时我若无你陪你，我甲你起看。出关！凤爷，大家分拢交着，袂用你甲人吞去哦。好，我甲恁讲啊，爱甲恁遐交代，袂用你讲我叫恁来的呢。啊，若无你大家就陪你哇。走，你们谁说下来找我去？啊！是什么人叫你来做？保证。我什么代志啊？你敢问我什么代志？你真正爬到我头壳顶来，是你叫人来糟蹋廖天丁甲面具的。什么我叫人来糟蹋因？迄是因家己来的呢，甲我无关系呢。
拔家咯！哎，莫遐歹，莫遐歹啦！我毋是互人吓惊大呢啦。好，明仔载人事会议上，我若无讲业绩，我才输你。莫吓惊我啦！明仔载会议上啊，沙沙气上都要先我起来做特别助理啊！哈哈哈！那照我看吼，你这个大厅长啊，也保袂掉。你若毋信，明仔载就知影啊！是吧？廖上，你给我。洪志远，你是来这要创啥？廖上，恁敢真正归顺日本政府？洪志远，你莫问啊啦！即卖廖县长当咧一份公务，无时间甲你开讲，有啥物代志，连讲才搁讲。你紧倒。志远袂用你走，是安怎？因为沙沙气上要听伊面地开讲。敢有？我哪会毋知影？明仔载我就升起来做特别助理啊，有真济代志啊，我比你较知影。志远，对我行来。志远，沙沙气上等你足久啊，来行，来。两个局长，这只机关惨啊！伊个民主啊，就是安尼用骗人关的啦。漂亮！莎莎机长，嗨！志远啊，免惊啦，袂害你啦吼。莎莎机长，将志远带来啊！我即马回，先甲伊关起来，明仔再审。嗨，阿舅，志远，你免惊啦，我袂害你啦吼。洪志远，你真好大胆咧，敢想要反抗？你毋惊恁某无命是？是，留住你的手头。你使？好食。嗨，啊，嗨！志远，你放心，你免惊啦吼，我袂害你啦。来啊！嗨，加了，嗨，行，阿舅，行。莎莎机长，安怎？你要甲伊讲，洪志远是要来归顺咱大日本帝国？志远，志远，你来救我先，我都惊啦！志远，你来救我出去啦！志远，你做啥？志远，你来叫阿贵去吧。是不是阿姑派你来啉茶先？你嘛是啊！我怪，廖添你甲美国拢唔敢讲话。你讲啥？美国会无死？谁讲伊死啊？伊不但无死啊，而且我廖添丁拢是日本警察。日本警察？日本警察？啊你是警察领医生呢？哪会变犯啊？但是哪会变安尼？但是哪会变安尼？志远，咱就是变做才好，咱就是变做才好啦，志远。你为什么一直伫咧暗护台湾？你到底是摕台湾人偌济好处？我无。
而我暗中一直在甲你调查，你对恐家较受真特别。沙拉先生，我是你是安怎？你是叫金条甲你买手去还是？爷娘，你甲老兄弟到底是啥物关系？报告，无关系。也嘛骨证，嗨，你无老实咯。报告沙沙先生，我调去。我不爱听你解释，早我已经甲你讲，你家己也较自然，你知影？嗨，爷娘，那我知讲廖天顶甲二姑的有做出不忠的行为，我想将你枪决掉。嗨，出去！嗨！照你安尼讲，咱哪毋着叫沙沙警察霸占去啊？那安尼，咱以后要安怎咧？咱是毋是搁会当活来？还有实力问题，嘛是安这样。沙沙警察，敢不甲咱两个人相杀？我也无犯罪啊啦！人嘛是你啦，要叫啥物聊天你？代志真好，人要做警察，咱煞害互人去枪杀。我不爱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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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爱死啦！我不爱死，我不爱死啦！是怎么了？阿姑，啊！是啦，不知代理，你毋是讲无我代志，我甲我关起来，我拜托你放阮出去好无？拜托我啦！袂用哩，沙沙去上还袂醒门以前，拢袂用你放。阿姑，无，拜谢代理，阮两个人拢是冤枉的啦，我拜托你，你放阮走啦，我拜托你啊，拜托你啦！我甲你恳求，你放阮走啦！我有2000块的生价钱，我全部拢给你，全部拢给你，好无？明珠啊，你唔通害我呢！沙沙去上哦，上讨厌都是这公务人员啊，你做代志甲人摕钱呢，你搁遐大声！你乖乖踮遮啦，听我的话无代志啦。你袂用安尼讲，不过阮的代志，真个快娘仔们，搁爱规日才咧担心。放心啦，安啦，安啦。嘿，志远啊，这都袂用你怪我呢，啊，这是恁家己做得来呀，对毋对？我差一撮，互恁规家伙啊害死你知唔？迄是我太搞变巧咧，啊无我安怎死的都唔知哦。志远，你哪当安尼对保家大人安尼无礼貌，有存信心？保家大人，歹势啦，阮老婿哦，头壳去歹去啦，你唔通生气呢？杨主，你读点啦。志远，我安尼做是为恁好哩，我是替恁老母咧保护恁呢，啊！我今仔日来看你，主要就是要甲恁讲，叫你啊，唔通参照恁老母共款讲袂翻车，好好的医生唔做，啥物伫咧做反？明珠啊，你好啊，同恁啊，啊，叫伊好好啊，甲我合作，安尼都无代志，知影无？我知影啦。我甲恁讲呢，你有我这个阿舅哦，迄是恁蒋家3代伫咧烧好香哦，你唔通唔知好歹啦，哼！我是大阿姑，我是大阿姑，拜托你放阮出去啦，拜托拜托啦！
原主啊，是我，是我。少奶奶，安尼你咧做啦，这互我来就好啊啦。啊好，你莫阁叫我小小奶奶啊啦。咱吼，即摆拢是日本仔的使用人，你叫我兄妹就好啊。我变哪会用安尼叫你啊？我吼也是叫你小小奶奶，我较习惯咯，吼。莎莎记者，落座。啊你是安怎？啊你无看到莎莎记者伫遮哟？恁袂晓甲人问好啊？A 到5。莎莎记者。莎莎记者，啊，这个旗啊我甲挂遮，你还佫有天皇赏这个牌匾吼，我嘛挂伫遮，安尼毋知会用哩无吼？袂歹，确实袂歹。无正，嗨，想袂到讲你做代志也遐尔用心啊！哪有啦，哪有啦，遐佫欠牵家咧啦。是讲内面的使用人，敢加剩这两个尔，其他呢？啊，遐佫有两个啦，一个志愿甲明珠哦，伫路房的啦。舅公，啊你讲阿爹甲阿娘关起来哦？你咧叫我啥？点遮莫牵天引起咯！我是保证代人呢，你是莎莎机场的使用人呢，叫保证代人，知无？是保证代人。嘿，莎莎机场，这使用人吼欠牵家啦，我才甲因训练，是嘞。无正，嗨，也恁大姊甲一个查某干，因是毋是走去？哎呦，无，唔敢，因若敢走去，我骹骨就拍互断。阿好，也唔赶紧去叫因两个出来，去莎莎机场的哦，还佫徛伫遐创啊，进去啦！嘿。莎莎机长，我要带你去艺大行啊！你伫咧猫啊，即马伫咧看到兄妹，袂输鸟伫咧鼻着草咧，我就唔信讲你是食菜啦。老兄妹啊，莎莎机长伫叫你，你是要晓应声的哦？你是要找死的款哦？你今年几岁？17岁。17。莎莎机长去杀掉兄妹的款哦？莎莎机长，兄妹17岁，你若是有介意哦，我下暗再甲你杀做对哈。兄妹17岁，你若是有介意哦，我下暗再甲你杀做对哈。杀做对，嗨！我是咧讲老兄话，参像我2年前死去的查某囝同款。伊的体格，甲伊的皮毛嘴，拢过是甲我的查某囝相像。因2人敢袂出姊妹啊同款。哦，我的查某囝真乖，乖到我的心痛。阿姊，
阿豪啊，都是只狗啦，走来遮。啊，强老太太，我是你的使用人，叫我送过去。嘛好，安尼叫比较较亲切。叫阮出来有啥物吩咐？我是要来甲恁讲一个我的规矩。你做你讲，阮照做就是。第一，我的清气是，这间厝的内内外外，不三时拢来保去互清气淡淡。若是叫我摸到垃圾，我是会发脾气。第二，我的亲像，我也不会听着安尼吵吵闹。若是叫我听到，我嘛是会发脾气啊。第三，我拢过是准时6点就起床。恁若知影讲我一个起床了后，面当最随时都爱碰入我的房间内，你知影？干那遮尔。也搁，我暗时若是倒转，讨一件代志，我有习惯洗身躯。我一倒转来，洗身躯水就甲我准备好，袂用咧讲想烧也是想冷。对，真好，真好，我说起我洗身躯的时啊，有习惯人甲我愈较接近。莎莎先生，这件代志我会用叫阿豪去做。免，只有一个人会当做。莎莎先生的意思是讲兄妹啦。兄妹，甲我愈较接近，这就是你主要的工课。莎莎先生，我这个人无需要甲人啰嗦，我讲安尼就是安尼，拢就按落去。咱一班哦，下2点钟啊，哦，咱一班哦，我徛4点钟位边，莎莎机上哦，听讲咧甲咱变，我看你这步棋若要成功哦，真拼咧啊！碎声，若叫人听伊吼，骨骹就缩出来。歹势，免歹势，后摆讲话哦，真是要较细致，若出啥物差错，两一失礼，袂当解决。以后我会较细腻。老命，离开。夜晚开是啥？夜晚开是啥？遮尔晚，毋知有啥物代志吼？辛苦恁，嘛委屈恁啊。报告，袂。关系倒啦。行，要去倒？我请恁食饭。放心啦，我毋是要请恁一顿仔粗饱，是要请恁食好料的。阿妈，阿恁，谢谢你啦，莎莎叫对你安怎？无啦，伊敢若叫我甲提烧水尔。等下你留意哦，伊若对你安怎发声，我即摆改变。阿妈，安尼毋好啦。不要紧啦，我要互咱强大的超人哦，受到侮辱。来发声，来啊！来啊啦！你
你是甲什么人伫咧讲话？我讲阿嬷啦，伊着帮我倒我烧水来啊。乌马桑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出去。杨梅，来给我录卡这片。较出力的。哦。安尼就对。你支穿无穿子，穿甲我藏好好，继续来甲我录看这片。杨梅，以后毋通阁再有一款动作，也若无。我就甲你抄家灭族。你敢知讲为什么我会原谅你？为什么我会叫你甲我录卡这片？是因为伫咧10年前，我会牵手继续了，一切拢过是我的查某囝来甲录卡这片，伊了解我的情。知影我的感觉，我伫心情无好的时阵，伊拢会来让我欢喜。伊是这10年来，我精神上的寄托。想袂到讲你生做甲伊遐尔共款，敢讲这是冥冥之中的。人讲时势造英雄，环境左右人。咱为天凤宫的约束，生死决斗的对手，甲今日变成好朋友，坐咧遮斗阵啉烧酒，这是我这摆来台湾感觉最上有意义的代志。来，合手，好打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哈哈，爽！唉。恁中国人有讲一句话：“酒逢知己千杯少。”永安，咱不醉不归。有冇顾一场？唔通啉遐多啦，阮来阁徛2点的卫兵。嘿啦，啊无到时恁迄个吼，煞袂徛，迄毋正人保证哦，佫要徛人空。讲甲迄个毋正人来保证，我就规巴刀血，我。恨袂得甲白皮地粗坑。有冇顾一场？像这种小人，得袂偌久啦。对啦，人咧讲吼，下摆无落平的久啦。早晚吼，伊我若死啊真歹看。恁敢知影？我会甲沙沙去上袂合，拢是伊咧甲我使弄。唉，沙沙去上已经上报行政长官，想要甲我调转去一bud。